新闻一开始来看，受到低压带影响哦，嘉义涨落大水后，有真侪所在淹水、搁水崩山，水上乡的永清二号桥附近的道路，都因为溪水涨起来，有真侪台车掉伫路面哦，搁有2个老大人未护照不幸过往。另外，竹徛乡嘛因为落大雨，水崩山，有人厝里有丧事，本地今仔要出山，结果遭拄到水崩山遗体放带伫土井内底，中昼已经找到了。 箱仔车停伫路边，车顶、车内拢是绿公膜，可见真济暗水淹偌深。嘉义车站受低压带影响落大雨，水上乡永庆2号桥往台82道路，互倒灌的溪水引起，造成15台车受困，其中1台箱仔车车内1男1女的长者，疑似走袂赴，互大水淹死。那我们现在还是要请我们消防队再次的清理整个这个受困的2侧的范围，再怕说有些可能是从车子脱离之后要自行出来，可能有一个不小心的状况。现场在透早扭起封锁线，后续检警的厘清详细死因。永庆2号桥边仔的车栏溪中悬倒灌，唔哪造成民众受困淹死。附近的工厂徛街嘛淹水，车站暗时水淹到腰部，家具、家电、甲机械等设备全部因为浸水歹去，东倒西歪。差不多几千万的啊，千外万的啦，千外万的啊。哇，这摆就差免了对啊。哎呀，对啊，这摆就唔知要安怎。 抽水站我都觉得说他应该再换地方，不然就昨天自然溪规拢满起来，巴老料规拢满起来了，你要过一边要去启动，其实都有风险。怪手顶大型机具透早伫竹徛乡文峰村开挖，好大雨引发土石流，伫车站暗时冲入去文峰村10几户的徛家，其中1户在要出山的丧家遗体嘛，互土石流引起。透早国军嘛到现场协助清理，希望赶紧替丧家找到遗体。昨暝吼，伫遮清到2、3点吼，还佫找袂到大体。 咱吼，即马吼继续搁咧进行，继续找。吼，这算讲几百年来毋捌发生的代志。大雨造成嘉义1半以上的地区有淹水、土石流、崩山甲木造的厝倒落等灾情，各灾区透早拢乱七八糟，考虑救灾甲整理拢爱时间。嘉义县11停班停课1天，互民众有较充足的时间会使整理。记者嘉义报道。